我没想到他把我帶到你這兒來了。是我疏忽，差點就給姐姐惹來了禍端。你真的做了泥符節？太危險了。我一直想不起那符节上的字迹，又不见大王追查符节的动靜，我一时心急，想用黄泥依着记憶把那符节做出来。看来真的有人在暗中窺探。你太大意了。怪我報仇心切，急於求成。還好，幸虧妹妹應付得滴水不漏。不知是我的運氣，還是有人誠心想要幫我。什麼意思？這符節之事，應當讓大王知曉。你要不提，我還真沒想到。可是大王他能信嗎？這事情的頭尾都能連上，該算是有凭有据了吧？要不你去与大王說吧。我還是不要去說了，免得大王多心。好。国美人被禁足了，听說大王還專門派人去训斥了他。這回他可是沒逮着狐狸，反惹一身騷。哼，這次算芈月他們運氣好，碰到國美人這麼個缺心少肺的。下次若犯到我手裡，定不會讓他們那麼輕易逃掉。也不知是誰給國美人通的風聲，不然他心思比麻繩還粗的一個人，怎麼會留意到別人屋檐下的閒事？那也只能怪芈月仗着自己是王後的心腹，行事太過張揚。夫人，怎么说？你下去吧。是。姐姐，這是……一封家書而已。姐姐近日收到家書，总是心情沉鬱，難道是家中有事？父母年老多病，收到家書，難免會有些傷感。女子遠嫁，從夫從子，縱使有故國之思，也要放到後邊了。姐姐認為我說的可對？對，妹妹說的是啊。天色不早了，妹妹先回去了，你們也早些歇息。妹妹慢走。姐姐慢走。姐姐，信上說些什麼？他說他會盡快將這符節歸還於我，即使有什麼差池，他也早有萬全之策。大王，芈月求見。不見。是。等等，讓他進來。是。拜见大王。你来做什麼？芈月想起一件要緊的事情。何事？芈月終於想起那義渠王手中符節上的字跡了。大王不想知道那是個什麼字嗎？何字？芈月用了些方法，終於想起，那是個魏國的魏字。大王，此事重大，該立即尋根究底，找出那背後作怪之人。芈月，這些天你已把後宮攪得天翻地覆，寡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你去了，你卻不識時務，不知進退，一味胡鬧。你從義渠草原回來已有大半年之久，
突然信誓旦旦地說，你曾见到义渠王手中有个符节，又突然说那符节上刻有一个魏字。你记性好，为何当初从未提起过符节？现在想起来再说，谁知是不是心悸多梦，梦中生幻？寡人最恨后宫无事生非。我问你，是不是王后讓你來的？不是，王后並不知曉。王后還算有分寸。大王若不信，何不在後宮核查嬪妃們手中的符節？那便可水落石出了。大膽！一個小丫頭在寡人的大殿裡胡言亂語，干涉朝政。木間，在，還不給寡人把她攆出去？是。芈月，走，出去！快走了，快走，快走。大王為何不信我說的話？大王不信，自有大王的道理。難道大監也不信我說的話？老奴信不信，並不重要。那你昨日為何要幫我？老奴何曾幫過你啊？大監，回去吧。小時老奴聽人講，說這天會塌下來，嚇得老奴是日日都在望着天。直到今日，老奴才知道這天塌不下來。你自己也別跟自己過意不去了，回吧。啊！大王，那小丫頭脾氣太倔強了。大王放心，在宮裡多打磨幾年就好了。寡人怕她不知進退，闖出禍來。以後你要多盯着點。是。哼，大王竟然不信我說的話。大王最恨後宮有人多事。這哪裡是後宮的事？這明明關係到大秦的安危。既然大王都已經發脾氣了，此事還是先放一放吧，免得因小失大。大王發了脾氣又如何？我又不需要他的寵幸，更不圖他的恩惠。等有一日我抓到仇人，我即刻出宮。妹妹可以說走就走，姐姐怎麼辦？幸虧妹妹告訴大王，此事與我無關，不然大王說不定會疑心是我在背後惹是生非，興風作浪呢。